伫咧高雄基丁的中兴市场已经有35年历史，原地2楼的里面活动中心真罕得使用。经过市政府重新招商了后，去年改征收做450平，予老大人使用的日照中心。现场照护员带领遮的阿公阿嬷做伙活动，来到这间日照中心的老大人，拢是适得适龄的长辈，因会当逐工来遮上课，甲人互动。目前大概是45位长辈，那大概是失智的长辈居多啦。那来到场域里面，其实我们强调来大家都是鲜花，这是无共款。喊出来，对无赶快的鲜花呀，所以空间的舒适是一回事，而在这边会有不一样的认知训练、肢体活化。伫基丁65岁以上的老大人至少5000人，这是基丁第一间的日照中心，450平的空间，开阔佮舒适。其实进前这是地方里面的活动中心，1楼目前是市场。75年起好以后吼，使用非常的，迄个比例上非常的低啦吼，伊本来做里面活动中心比例上足低啦吼，啊到97年，阮接过来以后，阮陆陆续续咧做招商的动作，但是效果非常的歹啦吼，啊到108年哦，所以这条路行其实时间上有足久的啦吼，啊终于成功了。原地是无人使用，只有生蚌仔的蚌仔馆，成功改造了后，即马逐工有老大人来上课，嘛加减带动市场的生理。亲像安尼无咧使用的公共空间，伫高雄阁未少。高山的中山国小学校已经伫5年前搬厝，旧的校舍将近5公顷。除了即阵有高山分局占大，其他拢无人使用，问题嘛介济。无人管理啦，草啊黑白发啦，甚至佮有讲迄个一寡树毒的啦，等等拢会入来遮产生足侪的问题啊。伊个当是要做长照这方面的。规划要予遮周遭的老人来使用。市府已经向中央争取8000万的经费，因为进前已经有大同国小、甲高岩国小、甲无人使用的校舍改造日照中心的案例，毋但公共空间通好再利用，嘛互在地老大人会当得到更加好的照顾。记者陈嘉文、外伟做高雄报道。